中華藝術科技大學115年度畢業典禮上午佇個校園巡禮來揭開序幕，接續進入體育場，有着學校的政務社表演為活動帶動氣氛。接續還有總統賴清德甲市長黃偉哲的祝賀影片，現場全體畢業生、甲着老師、家長以及各界貴賓，將整個體育場坐甲滿滿。校長李碧兒佇個致辭時，除了向着在場的貴賓、甲着家長表達感謝甲敬意，同時嘛向着畢業生來勉勵。校長表示，面對 AI 科技的發展速度，華裔的學生有別人無法度取代的絕對優勢，因為每一位華裔畢業的，攏是守護人類生命甲着健康的專業人才。在健康的照顧產業中，只有人本的溫度甲着同理心是 AI 無法度取代的。這幾年世界變得非常快，我們在一個 AI 翻轉的生活時代，很多時候社會的判斷我們的能力，不再只是你在學校學了什麼，而是你進入社會以後，面對未知的未來，你會不會解決問題？所以呢，整個世界追求速度，追求 AI 的同時，校長在這裡要告訴所有的家長、貴賓，還有我們華裔的孩子，我們擁有別人不一樣的優勢，因為我們是一群守護人類健康的專業人才。科技再怎麼進步 ，AI 再怎麼聰明，他們永遠沒有辦法取代你們。所以呢，我們是一群具有人本溫度跟同理心的畢業生。中華藝術科技大學今年總共有1770位的畢業生，其中住佇個高雄的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的碩士班畢業生曲安生甲着曲和軒，兩位不但是爸仔囝，而且閣是同學。由過去爸爸載着後生就讀二技，後生畢業以後，甲着爸爸同齊報考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兩位溫馨的接送，嘛小少求學的精神，使人感動。2年前我來參加我兒子畢業典禮的時候，感覺這個學校很溫馨，然後自己也畢業多年了，然後也想再重回學校當一次學生，然後剛好有這個機會，然後透過學校老師的介紹，然後就帶着剛畢業的兒子，然後一起再來念一次，來回味這個20-30年來那個從未經過的學生感覺。因為我相信職安系是未來不管各個環境上都可能會遇到的一個比較有話題性的那個職業，然後也在各個行業都可以應用得到。然後剛好我爸爸本身就是做這個行業，他也是鼓勵我可以在這個職業中多多學習，在這2年內多學到一些新的知識，所以我覺得很受益這樣子。這的確是一個很奇妙的體驗，不過可以跟他每天一起上下學，其實我真的覺得很開心。然後也在這2年內學到非常多的東西，感謝這所學校的師長跟朋友這樣子。在典禮上，有着校長李碧兒頒發畢業證書，甲着撥穗，並邀請各界貴賓頒發各畢業生的獎項。現場包括中華醫大董事長陳志文、帶領的董事會成員、立委陳廷輝等各級的民意代表、校友，甲着家長會，嘛攏到場為畢業生來祝賀，場面溫馨熱烈。台南新聞林彥根採訪報道。